小朋友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快乐假期。最近大家的生活好吗？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开心快乐，也会有难过或是紧张与害怕，这些生活当中都会发生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看一个王子的生活中的故事，看看他生活当中经历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孩子们，大家平安！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！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明伟老师，你知道摩西的台语怎么念吗？摩西。那你知道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是拉出来的意思。因为摩西是被装在篮子里放在河边，最后是埃及的公主把小 baby 摩西救起来。摩西的故事非常精彩，敬请期待哦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行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地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孩子们，你们爬过山吗？主家老师每次爬山的时候，都会想起圣经诗篇121篇的经文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当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记得主就是我们的帮助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怎么啦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？就是啊，我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老师的笔电，现在我不管怎么开机都打不开。哇，那该怎么办啊？不要讲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不要真诚的跟老师说，虽然会被惩罚，但一定会得到原谅的。哦，没错，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，我们只要诚实的说，你就心里不会一直觉得有一个秘密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哎，那你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也要上体育课，又轮到要上土风舞了。我四肢又不协调，每次跳舞都会被笑，我一点都不想上课。哎呀，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要承认，或者是要做一些我们觉得没有把握、我们觉得做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怕做不好会被责备，这些事情真的很难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里面啊，有一个王子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你们想听这个故事吗？想。好，那我们坐下来，来听这个故事吧。Hello， 还记得上一集我们听了约瑟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你知道约瑟他当了埃及的宰相之后，他就把他的爸爸雅各，还有他的哥哥们，所有的亲人，总共70个人，把他们迎接来埃及居住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，生了好多的孩子，所以人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有一天啊，那个法老王就想说：哇，糟糕，这么多埃及人！这样子哪一天他们起来造反的话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所以他就想一个法子，好，那我决定我要把我们埃及人最不想做的工作，全部都交给以色列人做，包括在田里面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种田，或者是盖房子，要搬那个很重的石头，对不对？把这些苦工全部叫以色列人做。哇，以色列人很辛苦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每天就要做这些工作，而且不止这样子，法老王还下了一个命令，他把2个专门在替以色列人接生的接生婆，接生婆就是孩子要生出来的时候，要有一个像是护士帮忙把孩子生出来、接生出来的，就叫他们2个来说：我跟你们说，接下来啊，只要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生出来的是男生的婴儿，你们就马上那个男生的婴儿怎么样？杀死！哎呦，联邦老师好不喜欢说这个事，不是法老王就要接生婆，只要是男婴就把他杀死。还好，这个2个接生婆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没有遵循法老王的命令。法老王就觉得很奇怪啦。奇怪了，我不是已经下了命令，只要是以色列生了男生的婴儿就把他杀掉，可是怎么人数都没减少，以色列还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不行，他要再想一个方法。好，接下来只要是看到以色列男生的婴儿，直接丢到河里面。好惨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支族叫做利未族。利未族呢，有一个女生，她跟她老公，她生了一个小 baby， 哇，这小 baby 好俊美，好可爱。你知道，当妈妈生出来自己的孩子，一定都很宝贝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会被人家发现就完蛋了，可能就要被拿去丢到河里面。所以，她妈妈就很小心的把这个小 baby 藏了3个月。哇，你知道小婴儿有时候喝饱也哭，然后呢，肚子饿也哭，没睡好也哭，要藏3个月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想被人家发现，这个小婴儿的性命可能就不见了。藏了3个月之后，哎呀，真的不行了，没办法，他的妈妈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做一个篮子，然后呢，把小婴儿放在那个篮子里面，放在河边，然后请他的姐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哎呀！这个小婴儿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角，叫做摩西。他的姐姐米利安就看着装着小摩西的这个篮子在河里面飘，你们飘到哪边？就飘到埃及的一个公主，她在河边洗澡，她看到了这个篮子，怎么有一个篮子啊？她就把服侍她的一个女婢女说：你把那个篮子拿过来我看看。就篮子一打开，哇，怎么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， 长得好俊美啊！哇，我好想把他当作是我的儿子哦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躲在旁边观察，
然后呢，这个小摩西因为肚子饿了啊，哭起来，饿了，一直哭一直哭啊。这个公主她还没有当妈妈，她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聪明的米利安，摩西的姐姐就跳出来，公主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人来帮你喂养，来帮你喂奶，喂这个小 baby 喂奶哦。公主说真的吗？好啊，那你赶快把他叫来。哇，米利安怎么样？你知道他去找谁吗？妈妈。对，他就跑回家，回去跟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埃及的公主，她说要请你去喂养我们的弟弟小摩西耶。你赶快跟我去。于是呢，摩西的妈妈就去到埃及公主的面前，埃及公主就跟她说：“请你帮我照顾这个小 baby， 然后呢，我还会付给你工钱。”哇！所以这样子，摩西的妈妈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家里喂养这个小摩西，对不对？也因为小摩西他这样子在妈妈的教导之下，所以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他应该要敬畏上帝。当小摩西慢慢长大之后，他回到皇宫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埃及人跟一个以色列人，好像一言不合吵了起来，打了起来。这时候摩西就知道，我是以色列人，我要站在我的同胞这一边。他就出去为这个以色列人出气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不小心把埃及人打死了，出手太重，对，把那个埃及人打死。来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很惊讶的样子。怎么办？摩西非常的害怕，对不对？糟糕，我打死人了，这样子法老王知道，一定也会把我抓起来。怎么办？赶快，好像没有人看到，赶快把那个埃及人藏在土里面，用沙子埋起来。哎呀，小朋友，这个时候摩西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好？对不对？他以为都没有人看到，可是上帝都看到了。可是他如果可以的话，当我们做错事情，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像摩西一样不小心做错一些事情。可是严巴老师要提醒你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上帝，所以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错误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原谅我们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不要像摩西一样就这样子把它埋起来。到了第二天，又看到一件事情，摩西又看到这一次是2个以色列人在吵架，他就跑过去宣讲说：“你们在吵什么啊？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？大家都是同胞，不要这样吵架。”然后其中一个以色列人就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来说我们谁对谁错啊？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啊？难不成你要像昨天你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打死我吗？”摩西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昨天打死埃及人的事情，居然有人知道！糟糕了！我以为都没有人知道，居然有人知道我昨天打死了一个埃及人。他非常的害怕，他马上就逃离这个埃及了，因为他怕被处罚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他就跑到一个地方，叫做米甸的地方。在那边呢，他帮一个叫做叶特罗的人在那边帮他喂养他的羊群，甚至后来还娶了他的女儿当老婆。就这样，他那边过了牧羊人的生活，每天就带着羊出去吃草喝水，然后带他们回来。有一天摩西一样带着羊出去喝草，不是喝草，吃草喝水，对不对？走，经过一座山，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。他看到有荆棘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荆棘吗？你们就想象有刺的木的树枝，很多刺的树枝。有一个荆棘在那边，旁边有火一直烧。说也奇怪了，通常树枝被火烧会怎么样？会烧掉，会烧焦，对不对？那个荆棘旁边有火，可是它一直都好好的，都没有烧焦。他看了，很惊讶，怎么会有这个情况？就在这个同时，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声音：“摩西，摩西！”谁在叫我？
然后声音就跟他说：“我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神。”是上帝在叫他。摩西非常的害怕，他不敢他怕看到上帝的面，因为从没有人看到上帝，他会心存敬畏，他就非常的害怕。于是呢，上帝就跟摩西说：“摩西，我要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因为你的同胞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我都听到，我都看到了，所以我要派你去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民带离开埃及，带离这个奴隶的生活。我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去一个地方叫迦南地，在那边过好的生活。”哇！摩西一听到这个任务，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吗？不会啊！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任务？他就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知道我们当初迎接雅各跟约瑟的哥哥们，这些以色列人进来埃及，那时候有70个人。可是你知道现在在埃及有多少以色列人了吗？圣经说有强壮成年的男生有60万，也就是说再加上小孩加上妇女，可能大约有200万人。上帝啊，你要我带领200万人离开埃及，怎么有可能？法老王怎么有可能会答应？有没有？上帝要摩西去做这件事情，摩西觉得他做不到，他一定能力不够。可是上帝跟摩西说：“不要担心，我会与你同在，我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法老王让你看到我的能力。”虽然摩西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困难了，可是上帝告诉他，只要依靠他，上帝就会带领以色列人顺利的离开埃及。于是呢，摩西有没有去跟法老王说？有。摩西虽然还是很担心很害怕，可是他还是勇敢的去跟法老王说，跟到法老说：“法老王，我的上帝要我带领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。”你觉得法老会答应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答应。这么多以色列人都走了之后，那埃及这些苦工谁要做？对不对？谁要去帮我们种田？谁要去帮我们盖房子？所以他一定不肯。后来因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，后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，有机会严巴老师再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讲的就是，你看，当摩西他不小心犯了错，打死埃及人的时候，或者是他接到上帝的任务，要去做一件他觉得他做不来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我们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犯了错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或者是有时候像要跳土风舞，对你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你会觉得你做不好。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，说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怕被处罚，勇敢的认错悔改之后，不会再犯，这样子就会得到别人的原谅，就会得到上帝的原谅。或许如果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觉得我真的做不来的事情，也不要害怕。就像严巴老师现在跟你们讲故事，我也觉得录影说故事很不容易呀，我也是会紧张，我也是会害怕。可是什么？我可以在祷告中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赐给我能力，求你帮助我，好不好？”所以不要害怕，不小心弄坏老师的笔电，好好的跟老师道歉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要赔偿，就赔偿给老师。要跳土风舞，就是身体不协调，觉得很别扭，对不对？怕跳不好又被笑，没关系，在祷告中，上帝啊，求你赐给我力量，我会尽力去做，做得好不好没关系，可是至少我们努力去做，好不好？希望今天听完这个故事，能给你们一些帮助。如果接下来一样有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不用担心，做错事情勇敢承认悔改，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。要做一些你觉得很做不来的事情，也不要害怕，跟上帝说，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努力去做好它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
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，希望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听更好听的故事。OK， 那我们一起跟所有的小朋友说再见喽。OK， 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椒哥哥。那我们现在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运动来，一起敬拜神。刚才明伟老师有唱一首诗歌，你们知道什么吗？那这首歌名叫做《不动摇的信心》。我们接下来就要借由这首歌来一起学习这个舞蹈的动作哦。OK， 那我们第一句歌词是主赐给我。那么主的时候，我们先指向天空。然后我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在胸口上面，然后顺势往你右边转。然后呢，下一句歌词是不动摇的信心，我们把手张开来，然后可以像冲浪一样，然后这样左右摇摆，对。然后再来是下一个歌词是海浪之中，海浪之中。那我们刚才是这样子嘛，然后左右摇摆。那现在海浪之中是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然后可以上下摆动，然后你伸出大手拉住我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伸出你的右手，然后再伸出你的左手，然后往内缩，所以就是3个字，就是拉住我，对。然后再下一个歌词是去除我，然后我们也是跟刚才动作一样，先把手举向天空。然后我的时候，将手放在我们胸前，然后顺势往右转。然后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我们也是像刚才一样冲浪，然后把手张开，然后像冲浪一样可以左右摇摆，左右摇摆。OK， 那接下来是旷野之中。旷野之中呢，我们就想象呢，我们在旷野里面，然后跟探索一样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会这样子做4次，左边2次，右边2次。那再来是副歌，海浪之中呢，海浪之中我们就想象自己就是像划船一样，只是我们现在是跳着划船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右边1次，左边1次，右边再1次，左边再1次。然后不必承诺，不必承诺，我们有分2个分解动作，我们先看脚。然后我们的脚的动作是这样向后勾，对，向后勾。之后呢，我们手的部分是这样，一个往内，然后一个再往外，所以这2个动作合起来就变成这样子。OK， 再来是旷野之中，旷野之中我们一样，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在旷野里面探索，所以一样就是这个动作做2次。然后之后我必不迷路。那这个动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这样走路，只是我们这次走路要把手抬高一点。然后1、2、3、4，一样是走4次，然后右边2次，左边2次。那接下来下一句是不退缩也不害怕。首先我们要先把身体往右转，然后在你的胸前用力的画4个叉，然后手要比拳头，然后用力画4个叉，1、2、3、4。接下来你要想象成自己是一个大力士，然后停顿一下，然后转到正面，再停顿一下。然后下一个歌词是不动摇也不放弃。我们接下来转到左边，一样在胸前画4个叉，然后要用力一点。那一样手握拳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然后接下来变成大力士，停顿一下，再停顿一下。那下一个歌词是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那我们这里会先伸出你的右手，然后在天空转圈转圈转圈，然后可以转圈之后，然后也可以跟着跳，所以就是1，然后换右手，2，然后换左手，1，然后右手。OK， 那我们动作到这边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再换到下一个副歌，但是歌词是有一些改变，但是我们动作是都不变的。OK， 好，困难之中，困难之中，刚才是什么？刚才是划船，对不对？好，划船，2、3、4，我仍然要赞美，有没有？像勾脚，勾脚，勾脚，好，手往内，然后再往外。
然后疑惑之中要去在旷野中探索嘛，所以就1、2，我人要祷告，一样走路，1、2、3、4，行走在水面的信心，像一样往右转，然后在你胸前画4个叉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变成大力士，停顿一下，再停顿一下，再来刚强壮胆地前进，往左转，一样画4个叉，1、2、3、4，变成大力士，停顿一下，再停顿一下，再来就是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，一样伸出你的右手，然后画圈，然后跟着跳，1，左手、右手、左手，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拉长的音，所以我们就转一个圈。对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动作都学完了，那我们这两大段的副歌我们会重复3次，所以中间我们会有一小段会让大家休息，然后做一下缓和运动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跟着音乐跳一次吧。大家我们一起敬拜神，先踏步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的手，右手左手缩起来，一样哦。冲浪，探索，探索，探索。副歌，划船，打开，关起来，再打开。探索，边四下大力士，左边四下大力士，绕一圈，再一次哦。关起来，再打开，探索，走路。右边4下大力士，右4下，左2下，右2下，跑一圈，加油，还有一次哦。先原地踏步，划船，关起来，再打开，旷野之中，走路。右边大力士，左边左2下，右2下，加油！还有一次哦。划船，关起来，打开，旷野，探索，走路，右边4下大力士，左边。左边2下，左2下，绕一圈，加油，各位，很棒哦！现在休息一下，原地踏步，缓和一下。准备哦，大家加油！一起来赞美主耶稣，准备 ，3、2、1 ，Go！ 划船，旷野之中，走路，右边4下，大力士，右边4下，大力士，左2下，右2下。绕一圈，另外一边，加油！大力士，右边。耶！大家很棒哦！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次舞蹈，可以
一起运动，一起敬拜神哦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日的台语真趣味。今日咱的故事内底有听到摩西伊的代志，伊伫埃及王宫内底来大汉，也成做埃及的王主。总是后来伊因为出手拍死一个埃及人，互伊心内真着惊，所以就选择逃走来离开王宫。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咱每一个人拢会有犯错的时阵。咱若犯错的时，若是用逃走、用闪避，无去面对，那呢，这毋是上介好的做法。因为到最后，咱犹原爱面对咱的错误，甚至是爱去付出更较大的一个代价。今日咱特别做伙来学习，当咱无小心做毋对代志，得罪别人的时，咱应该安怎做、安怎讲。当咱造成别人的无方便，也是伤害，也是讲要麻烦别人的时，咱就爱会晓讲，真歹势、真失礼、真对不住、真对不起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咱若是行路的时，无小心弄到别人，咱就爱讲，真歹势，我无小心来弄到你，请你来原谅。也是讲，咱无小心造成你的受伤，实在是真对不住。另外，咱若是得到别人的帮赞，也是得到礼物的时，咱就爱向讲，真多谢、真努力、真感谢。比如讲，咱若去上课，结果袂记得扎笔，同学将笔借予你的时，你就爱讲，真多谢你的帮忙。最后当咱犯错的时，咱会望会当得到别人的原谅。所以咱嘛就爱来学习，会晓接受别人的道歉，用包容的心去原谅别人。若是安尼，上帝也要原谅咱，赦免咱的过失。多谢咱收看今日的节目，愿咱后礼拜再相会。吼！